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的圣经启示录第8章第1节到第5节，启示录的第8章第1节到第5节。你好啊，本的圣经362页，其他看看有无？开第7个印的时，天呢静静约约半点真久。我看起遐个徛伫上帝的面前7个天使，阁有7支号头互因，也有一个天使来徛伫祭坛边，提金香炉，有侪香互伊。通三伫圣道的基督伫座位前的金坛顶，香烟甲圣道的基督对天使的手牵到上帝的面前。天使摕迄个香炉，将坛里的火对加满，迄伫地里就有雷弹、甲遮的声、甲声呐、甲地动以上。这是咱要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琴甲香料衫、金香炉的祈祷。咱同心的祈祷。慈悲听到巴比上帝，愿感谢你一礼拜中间的带领，一礼拜中间天气有变换，你也愿得到平安，献上感谢。但愿伫主你有福气，当来敬拜你。愿恳求主你赏赐阮逐人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阮有属灵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即个琴甲香炉，咱已经讲到第3讲。咱为什么会讲到即个？因为伫启示录中间有讲起伫天顶的敬拜，遐敬拜的人拢用摕琴甲香炉，所以咱伫遮要毋茫讲，咱明白讲伫天顶伊的敬拜到底是安怎？咱是毋是伫地面上会当参像安尼来敬拜？是毋是安尼就更较亲沉的即个敬拜伫咧？所以咱已经靠个即摆第3讲。咱讲到琴甲香炉的事方到底是甚物？因为伫天顶是即种敬拜时，琴乃是一种颂赞，毋是即种钢琴，无可能炸掉了，是即个竖琴，竖琴摕调咧，会当安尼弹即个琴伫咧，然后即个香炉就是摕即个炉顶头下香会下伫咧，会请烟起来即种。原来看起种伫天顶的敬拜是透过启示录迄个使徒约翰伊伫遐天使带伊到天顶的时，伫遐看见天顶的即种敬拜，坐伫宝座顶的以及受台羊羔伫头前，然后位伫伊头前的是这4个画面，甲即个24个长老，以及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被造物，拢伫伊即个宝座前，然后伫迄个所在来拍落跪拜。因所手提就是琴，还是提即个金香炉的一种方式，所以看见讲伫即天顶的即个敬拜中间，乃是一种娱乐用琴的方式，以及用金香炉，就是咱今仔日当讲较深，但是伊所代表的是一种祈祷，一种代替人代祷的一种方式，伫遐来咧敬拜。但咱顶礼拜。咱伫后边的时，佮讲到最后，就是讲即个是一个两个三角男做伙一种敬拜甲祈祷。咱看见伫顶回咱所讲琴的祈祷的方式，咱是讲你会当专心投入伫迄个所在来祈。为什么你会当学乐？为什么你无伫遐为着你的代志伫遐咧困求？因为神已经知影你所需要。伊若是神的时阵，伊当然知影你的需要啊。但是你敢知影即个神是你通挖靠？你变来咱表示，即个神是你会当挖靠。原来你着用学乐方式，伫遐讲，我相信的神就是即种的神伫咧。你着家己愈来愈即个确信伫咧时，透过琴的是讲着咱人应该爱负的责任是啥？咱是徛伫咱的地位伫遐学乐创造咱的美上帝，这就是琴的即个琴祈祷上个重要模式，就是咧甲咱讲，咱透过学乐方式，伫迄所在专心来挖靠即个神伫咧，咱有即个坚定的信心伫咧。但是当今仔日讲到即个金香炉的时阵，到底金香炉安怎来产生的？咱伫咱的敬拜中间，咱嘛无看见金香炉，咱有琴啊，有真侪音乐的方式，伫遮咧学乐，但是
这个金香炉的敬拜到底是什么？摩西早时伊伫遐来设这个会幕的时阵，伫遐上帝甲讲，你来起一个香坛伫咧。香坛毋是金香炉，是香坛伫迄个所在。这香坛要下伫倒？下伫圣所，要进入到伫至圣所的这个所在。然后伫迄个所在的时，就表示讲要进入到伫上帝至圣所的所在，是透过这个香炉，所以伊绝对有伊的意义伫咧。甚至伫遐嘛讲到这个香炉安怎起，伊是讲这个灯是一张啊，这一组就是讲以前无这个手啦吼，无这个公分还是讲啥，伊是用手的大小，这一手安尼就是叫做一组安尼。所以这个香坛并无大，是一个手的大小安尼尔，长宽是安尼，管的是两条的这种方式，佮用金甲包起来，咱可能当对一寡，咱有一寡图片会当来看去。这个香坛下伫遐的时，最新每工早暗拢有轮班伫迄个所在来咧烧祭了时，点这个灯，然后就伫这个香坛顶头来烧香的时，香的时就有一个坛顶头有这个香伫咧。这香的制作呢，乃是根据伫这个出埃及记第30章伫遐所讲，迄经过真复杂的方式伫遐做，伫遐来做这个香出来。这香佫是非常贵重的这种物件伫遐来做的，甚至讲这个香做出来以后，伊是新鲜的。所以你会晓做香的人，你嘛袂使摕去家己用。你若摕去家己用的时，会受到刑罚，甚至会死。伫遐表示讲，这是非常新鲜的物件。透过金香炉顶头下这特别做香的时阵，然后要加入某种的意义伫咧。咱今日就是要来学习这个部分伫。咱首先来复习，咱伫2005年，就是7年前的时阵，咱有学习这个尼西米52内底讲的敬拜人生。伫5月25日，咱要讲到一个课，叫做敬拜的过程进行，安怎一步一步去这进行。迄阵讲到这个会幕是为东边开始，迄个门拢开伫东边，然后你去的时伫外口，会幕是围起来所在，内底佫一个圣所伫咧。外口所在先到伫这个祭坛，佫一个洗手的这个所在，然后进到伫圣所，圣所内底下3项物件是陈设饼。然后倒边下伫金灯台，然后要入去到至圣所有一个香坛伫咧，然后到伫至圣所就是约柜伫迄个所在，伫上帝代表上帝伫遐个所在叫做施恩宝座伫遐。咱为顶另外图面来看是为顶头安尼看到平面图的时阵，正边这个所在就是门入来所在，先经过祭坛，佮一个洗手的所在，然后进入到这个圣所内底时，用一个细条线甲分轨，迄就是至圣所伫内底。然后正边有一个陈设饼，倒边有一个金灯台，系灯火烧灯火的所在，然后佮一个香坛，再进入到内底约柜的所在。约柜的所在至圣所，一年间会使进去一遍，就是大祭司会当入去。其他人拢袂当入去，伊带着世间人，而且会做到伫至圣所，伫迄所在见上帝面，伫遐献上咱的这种赎罪，然后来得到上帝赦免、怜悯，然后再佫出来伫外口。这是伫以色列人因伫会幕中间的，咱来用这种立体图来看先。第13年会幕是用这个一个张围甲围起来。然后为这边入去的时候，看到这烧祭坛，然后这洗手才入去到内底。无须要到伫这个圣地要去个4遍，第3遍的时阵，才发现讲因拄啊有找2个所在，这个照着旧约所讲这种形式，因去起一个这会幕出来。前拢啊无到迄阵时才开始有，伫迄所在模拟讲以前伫旷野中间因所起的会幕是啥物，所以我有去几下相倒转来，咱会当来看这个相。头一个看去，这个就是咱的我点那个，伫电视顶头看是非常清楚吼，伫咱遮看无一定真清楚的，但是咱看会到正面看的，这就是这个圣所要入去的这个门内底吼。咱看袂讲真正内底有2个人是咱教会的人吼，迄个白色巴肚大大，迄就是牧师吼。迄阵巴肚较大啦，即马无遐大。徛伫我倒手边，迄个就是宪政长老娘。吼，迄阵阮迄团去迄个所在的时阵，倒边咱看到一个重的物件，迄就是祭坛。然后我搁为内底翕出来看时，
头是看到即个上个头前这是洗手的所在，然后个后壁迄个是祭坛。入去到内底时，正边有一个橙色饼的所在，迄个下者拢总有12个饼伫咧，代表12个支派。倒边呢有即个咧点电火，用即个油灯伫遐所点的，拢总有7个，代表即个完整数伫咧。伊伫正边的所在，迄个细骹的一个即个徛掉，迄就是香坛吼。要入去到至圣所时，有即个香坛伫，所以无大，就咱草草都讲一轴的即种细细角角，然后2倍宽的即种所在。入去到内底时，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内底有即个约柜伫咧，佮有即个基路伯，2个基路伯，即种动物咱是毋知影是倒一种的，即只有伫天师天顶的所在。因2个即个翅膀是挖做伙伫咧安尼吼，伊的下面就是迄个约柜伫咧吼，我佮翕一张约柜伫咧。约柜下咱2支有即2支真长的即种，就是因要祭司要顶动约柜，就是光迄个安尼行。咱嘛知影伫约柜内底呢有3项物件，伊嘛有模拟伫迄所在迄3项物件。头一就是即个10条街，从石头所刻出来；第二是即个正边的所在，迄就是玛纳，因逐工在伊咧刻玛纳咧食，就是即种。然后佫一支即个管仔，即个管仔是阿伦的管仔。伊伫迄个所在，上帝要来表示讲，阿伦就是伊所竞选的祭司的时阵，叫伊遮长老甲因遮管仔拢摕起来，迄管仔拢是已经打会当做管仔，绝对是无活命的。伫过冷讲的时阵，倒一支管仔，若佫有性命，佫发出叶仔出来，迄个管仔的主人就是上帝所要竞选的祭司，就是阿伦的即个管仔伫迄所在有即个叶仔来生出来。这是神者才有可能的，所以上帝请神者伫这所在，代表着讲伊竞选阿伦这个家族，称做祭司，称做祭司头。所以这是伫这个约柜内底所写出来。当初咱嘛讲到这个，咱毋是伫遐要来学习，要伫咱现代时间的时，佫一摆来甲这个会幕起起来，无迄个意义伫咧。但是伊这整个这个摆设有啥物意义伫咧？咱伫迄个时7年前时，咱嘛已经代表讲过这，伫这段的时。伫遐讲，以前因咧烧祭，有即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这一大堆的祭典时，伫现在咱拢免啦。因咱伫遐注定咧，甲咱要求讲啊啦，伫罗马人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爱将咱家己的身躯诚做活祭献上伫主的面前，就是咱愿意互主来使用，比即个以前用牛啦、用羊啦、鸭啦伫遐来抬，迄更较有意义伫咧。这是祭坛。然后到伫即个洗手的洗骹的时，其实代表意义是讲，咱来讲这守节心境的人，毋是外口清气就好，心内底嘛在清气。所以咱用现代意义就是啥，用主耶稣的宝血要来洗咱。咱毋是干那伫这段，伫咱拜堂头前下一段，互你来洗无。咱是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咱的罪得到赦免了。然后进入到内底时，正边看到即个橙色饼，橙色饼的所在。迄12块饼，伫遐来表示讲，因献上感谢，因为因是团下当12个支派3个做伙，所以因要感恩，然后伫遐去领受，因逐人各有物件通食，有即个表示讲上帝有即个供应伫伊的身上。当然，伫咱现在来讲的是，就是咱来献上咱家己，诚做上帝要使用这12个支派来，上帝百姓内底，然后咱领受什么？咱领受上帝话语，上帝已经将这话语互咱啦。到伫倒边的这金灯台的时阵，迄金灯台规定就是24小时拢总无停，一直倒掉咧。安尼碰到2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拢用油灯，所以你有一个油心，有这个心伫，然后还有油，所以你油爱定定加油。你若无定加油，伊就花去。第二，这个油心落去倒的时阵，伊绝对会产生这个乌火，所以你逐工爱呐。爱去修正伫咧，所以这代表的是啥？代表讲咱要安怎有咱的性命会当继续伫遐发光出来？咱需要信心加添咱的气力伫咧，毋是靠家己，靠家己绝对会打去的。只有靠信心的气力，咱才有办法。然后这个灯，你若无修正的时，伊就花去，愈来愈无光去。表示讲咱的性命共款。你若无伫迄所在定做见证，定来更新的时阵，咱就袂当看出来咱是基督徒，咱就无即个基督徒的即种。馨香之际，会当互人知影发出即个香味出来，然后到伫即个香坛的时，
迄是所在，就是咱祭司伫顶头将即个伊的即个香摆伫即个香坛的顶头。即个香代表是啥？代表带着即个祈祷，照着即个青菜、即个烟呢，带到伫上帝迄个所在去。透过即种方式是代表讲，主耶稣就是成在咱的中保，所以咱祈祷中间最后咱拢讲靠主耶稣的名。咱今仔日会当甲上帝直接安尼讲话是啥物？因为主耶稣成做咱的中保啊。早时就只用香的方式伫遐来做这，但是现代咱会当常常家己的祈祷时，咱就当做到这个程度。然后到伫约柜，到伫施恩宝座时，伫迄所在就是讲主上帝伫迄个所在要甲人伫遐来相对话，然后要伫迄个所在将这恩典赏赐互咱。其实迄个所在就代表三位一体的上帝三甲做伙，包括伊的圣经内底，咱约柜内底即个10条诫，就是上帝话语伫迄个所在要来帮助咱。咱伫2005年的时，咱伫敬拜人生时，咱有讲到这个部分。当我讲这个部分是要咱知影讲呢，是中初有即个香坛的。照着因当迄当时的时，即个香坛，然后再进到伫即个约柜的所在的时，就是讲咱透过即个香坛的时，将咱所有的恳求带到伫后壁即个所在上帝，上帝就伫即个两个基路边的头前的时，伫迄个所在来回应人的恳求伫咧。这就是即个香坛的意义伫咧。但是即个整个这过程中间，拢一直无讲到金香炉这三字伫咧。但是咱知影有时这香坛伫咧，要安怎会当将香带到伫个所在，一定要有一个炉伫咧。所以因就用一个金香炉，就是要下香的所在。但是咱若倒转去看旧约中间、民数记中间，其实每一人拢有一个香，拢有一个金香炉伫咧。特别伫民数记第16章讲到即个可拉、大丹、亚比兰，即代志的时，因伫遐来争论的时阵，摩西来讲，恁各人摕恁的香炉到伫会幕的面前，伫遐看上帝点倒伫倒一个，就是要竞选倒一个。所以早时因的敬拜中间，就是一直有金香炉的，金的也好，还是若无就是香炉的。原来因的祈祷中间就透过香炉，然后点迄个熏落去，迄个香落去的时，然后就烟起来、清起来时，因就上顶讲，即个祈祷要透过即个香、即个熏呢，带到伫上帝迄个所在去。所以咱看到即个金香炉，乃是一个祈祷的即个所在，带着人地面上的即个祈祷，要到伫上帝迄个所在。第二启示录第5章的第八节所在，伫遐嘛特别伫遐安尼讲，使徒约翰伊伫即个宝座前看见4外面甲即个24个长老伫遐时，摕着即个琴甲香炉伫遐的时阵，伊讲着一句话，伊讲香就是圣道的祈祷。香就是圣道的祈祷，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伫天顶的敬拜，常常有即个琴甲香炉的敬拜，乃是讲即个敬拜甲祈祷中间，你要包含2项物件。一个就是啥，要有学老，伊学老上帝是逐日咱来敬畏的。第二，因为伊是逐日咱敬畏，所以咱会当将咱的问题带到伫伊的面前来。但是毋是干那问题呐，个人讲这是凡事。凡事要来祈祷的这种事方面，咱能想到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伫遐讲一概无伫看路，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你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要搬给一切人会当想象的会到伫这个基督耶稣来保守恁的心头、恁的念头伫咧。所以伫旧约甲新约中间，拢甲咱讲过共款的意思伫咧。你面对上帝神的敬拜是啥？一个是学老，一个是恳求，一个是琴，一个是金香炉的这种敬拜，甲这个学老伫咧。所以这个香，这个金香炉，就是要带香、带正圣道的祈祷，会当到伫上帝的面前。当咱今日看第8章第1节开始看的时，头一句话就甲咱讲，开第7个印的时，天里静静约了半点钟久，表示讲这头前各有6个印呐。原来咱的启示录咱真罕去看，你会当去等去看的时，为这个第6章开始讲到，搁前的时，
讲到约翰，伊到伫天顶看伊这情形时，然后有一人摕一个棍伫咧，一个书剑伫咧，来顶头7个印断掉咧，无人会当开，所以约翰看了就真心急，就伫遐来哭。这个长老甲讲啊呐，但有一个人会当开，就是迄个受胎的羊羔。嗰人受胎羊羔了，就开始一个拍开，每拍开一个，就是一个灾难的一个惨剧伫迄个所在。咱倒去看第6章第1节到14节，今仔是开到第7个时，第7个时是带来最后一个审判的。但是开了时，每一个拢无讲爱歇半点钟，爱歇偌久。敢若伫这个所在讲，又要歇半点钟，就哪参像讲，这个半点钟咧创什么？搁较前的时阵啊，这24个长老甲这4外面，因是献上因的琴，甲这个金香炉的。所以敢若参像这个半点钟时，最后一个审判要到就是上帝伫遐要来听。要来知这个香、这个烟所称出来，这个正使徒因的祈祷到底是什么？然后咱看到这个第3节到第4节是安尼讲，也有一个天使来徛伫祭坛边，摕金香炉，有侪香，互伊通参伫正圣道的祈祷，伫座位前的金坛顶。香烟甲圣道的祈祷，伫天使手请到上帝面前。咱看起即经过这半点钟了时，佫倒转来看这天使时咧，伊将伊的这金香炉摕出来时，顶头这个香的烟出来时啊，是正圣道的祈祷，佫加上伊本身的这个祈祷是请到伫上帝面前去。咱看起的就是这种的伫天顶的这个敬拜就是安尼，有关金香炉的部分。但是咱毋知有去想到这项代，就是咱伫地面上有这种祭坛伫咧，但是伫天顶那佫犹原有这个祭坛伫咧。因为祭坛是伫地面上，人为着家己的罪，要求平安，要求赦免罪等等时，咱来抬精神流伊的血，来代替人以后献祭伫顶头。但是到伫天顶时，应该免搁伫遐所在有限制，所以这个所在祭坛，毋是真正主要，就是咱所讲的这个香坛。这个坛的所在，要互这个天使会当将伊的香炉下伫顶头，顶头有这个为正圣道因的祈祷伫迄个所在，然后到伫上帝面前，上帝伫迄个所在就来领受因的这个祈祷伫咧。所以咱会当来想象，当这个天使摕金香炉去的这个香，这烟去的时，到底有包括伫什么？其实伫启示录时已经有讲到一段，伫第6章的第10节的所在。第6章第10节的所在，伫遐有这宣告者因安尼讲：神搁真的主宰啊！你无审判踮伫地上的人来伸阮老血的冤，要到几时啊？伫遐讲，阮伫地面上受到遮尔多冤枉伫咧，主啊，你无要来甲阮伸冤嘛？所以大起来这金香炉内底，这祈祷中间有为着家己要伸冤来向主恳求，嘛是有参照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时，伊所祈祷的，伊讲赦免因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所以表示讲伫即种这祈祷这香所带来烟的这祈祷中间，有非常多情形伫咧，有可能是求伸冤的，有可能是求赦免的，有可能是你认罪的，你懊恼，你伫遐来懊恼，啊，还有求平安、求喜乐，啊是你要宣告、求帮助、求医治、求带领、祝福、保护，又求智慧，等等，这些拢是咱地面上常会到的，拢是透过这个金香炉的这个烟，请到伫上帝迄个面前。但要问的问题是，我相信这祈祷大人在问着，这香到伫上帝面前有果效无？上帝有要回应啊无？还是上帝要回应倒一种的祈祷才是有效？咱看落伫第8章第5节所在，当这天使安尼做的时阵，咱看见上帝最及时的这个回应。伫遐讲，上帝摕迄个香炉，将坛里的火倒到满，迄伫地里，
地到满，迄伫地里就有雷弹，甲遮个声，甲细呐，甲地动。哇！咱所看见是上帝回应，伊用什么来回应？用地动，用细呐，用这种雷弹的这种这物件来回应这天势所倒落的。伫遐祈祷，上帝安怎来回应？用伊的权柄，用伊的能力的。遮所讲即几个现象，拢是人做袂到的，嘛是大有气力的。咱就会知影讲，伫921的时，咱大地动的时阵，迄个山竟然当刷几啊10公尺，甚至讲有一个山100公尺的。山你要顶动1寸1公分，你都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上帝透过地动的时，就有可能将这物件甲顶动的。表示讲，这个地动伫遐所讲的，这个地动、四呐，或这雷弹，这物件拢是咱人所临在非常大有气力的物件。上帝用这个来做回应，你会当想象到这无？当这个天势用金香炉所带着正数圣徒因的祈祷，到伫上帝面前，然后个倒伫地里，就是交互上帝的时阵，上帝马上用这种这个权柄伫遐来回应伊。所以咱会当搁换一句话来看的时阵，上帝咱的祈祷其实有效无？非常有效的咧。但是上帝回应无一定是亲像安尼，上帝回应有可能是点点伫迄所在咧听候啥？听候咱准备好未？听候更较好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伫迄个所来做回应。嘛有亲像可能咱今日所看即个，马上用四呐，用地动，用这种雷弹的方式伫遐来咧回应咱，免会当用安尼，因为伊是合伫上帝心意的祈祷。所以换一句话，咱会当来讲，咱咧讲伫天顶敬拜是琴甲金香炉，琴是俄罗，金香炉上帝要安怎回应阮？因为伊是下伫上帝心意的。当咱的祈祷拢参与即个圣经所讲的，是一个下伫上帝心意的金香炉祈祷时，上帝就马上用即个地动、用四呐、用雷弹，伫遐所来做咱的回应伫。所以咱人爱学习的是啥？咱爱学习讲，我的祈祷，什么金香炉的祈祷？啊，是一个真上帝无下伫上帝心意迄种真自私的一种祈祷伫。这是咱来去思考的这个部分。伫咱这个学习金香炉祈祷中间，就是咱来去想象这个，咱来去来回想这个部分，以及锻炼这个部分。所以，才是讲咱的教会上帝有一个上界大的愿望，一定要达到，就是愿望人拢会当得救，无一人沉沦。所以，咱看见咱教会的这个宣告，咱的这个发展，咱当着真侪困难。顶着真侪阻挡的时阵，咱要安怎来祈祷？我相信这种祈祷，在是下伫上帝心意的祈祷，这是其中一个例。咱嘛，阁有足侪会当来思考。假使你若为着你的亲人朋友，你所意爱、你所疼的人，因还未信主嘞，你感觉非常忧心，毋茫也让早一日来信主，这嘛是下伫上帝心意的祈祷。当你若为着这祈祷时，咱会当参像安尼来操练。咱手中无即个金香炉，但是你着敢若亲像你甲金香炉摕出去共款，用即种姿势，伫遐来献上咱的金香炉内底祈祷，带到伫上帝面前里。你可能问讲，祈祷真正是有效无？金香炉祈祷真正有效无？咱来看民数记第16章的所在，记载着一项代志，就记载着即个有即个利未人的子孙可拉、大丹，啊，甲即个亚比兰。因伫迄个所在攻击摩西讲，敢若你会当向上帝来讲话？我嘛是圣洁的啊，上帝嘛甲阮同在啊，为什么敢若你会当？伫遐来摇疑摩西的即种伊的权柄伫。上帝对伊出声，上帝要灭掉因，但是摩西讲毋通，莫为着一个人灭掉这以色列人。所以上帝答应伊，伊就甲伊分别出来讲，所有。即个可拉大丹因这人徛伫迄个所在，徛伫因的帐面、因的帐篷的所在，然后地分开开，这人拢跋落去，然后地佫合起来，所以这人已经受得灭无去啊。但是过两天，
这百姓犹原无反悔，佮倒转来攻击摩西讲：你为什么害死阮的人？上帝替摩西来申冤讲：这人真可，叫摩西你离开因，我要马上互因总死去。摩西看见上帝已经真正受气啊！甲即个亚伦讲：你紧去火，摕你的金香炉去即个火炉中间点火，佮炸香来。然后亚伦用走去，佮倒转来时，已经安那上帝受气已经临到伫遐百姓，有瘟疫伫遐来产生。然后摩西紧叫即个亚伦，甲即个香炉顶头甲香下落去火内底，就去演出来时。徛伫即个死去的人甲活人中间的时阵，即个瘟疫总停起来，因为即个香炉带来认罪的这种意思，到伫上帝面前，瞬间死去偌侪人，14700个人，14700个人是表示上帝受气，没有这人死去，瞬间伫遐来死去。但是因为摩西叫亚伦带来金香炉的祈祷，到伫迄个所在时，这就伫遐来除掉去。金香炉的祈祷就是下伫上帝心意的祈祷，不管伊是认罪祈祷也好，伊是懊恼祈祷也好，伊求伸冤也好，伊是咧求赦免的，当中乃是下伫上帝心意，上帝就安尼甲咱回应，用伊的权柄，用伊的能力来回应。伫美国，伊嘛捌做过一个试验，伊讲祈祷有效无？有一个教会，伊要开报道会，因前伊爱伫因教会附近有2栋厝内底，伊知影这大人拢是迄种8大行业的即种人伫咧，就是生活毋是真正常这人，因前毋茫因会当听去福音，迄有2栋伫咧。牧师就甲伊讲，无咱来开始为着即2栋人来祈祷，咱拢毋捌伊，但是咱求上帝来留嫩因的心，当咱去邀请因的心，因愿意来，就开始祈祷。因拢毋捌你哦，为着即个 A 栋的人祈祷 ，B 栋无甲因祈祷，因就干那 A 栋祈祷，祈祷2个月后，开始去邀请因的心。A 栋即个人75%的人答应要来参加报道会 ，B 栋的人干那5%愿意来参加尔。祈祷开啊，大道开啊，就是遮尔啊大的。疾风烈火，迄个牧师伊嘛伫遐来做一个见证。伊个查某囝叛逆，伊牧师家己咧爸爸咧做牧师咧牧会，但是伫外口流浪、食毒，做一些无好诶代志。牧师艰苦也毋敢甲会友讲，但是有一天伊突然非常感动，伊直接为了查某囝祈祷。伫祈祷会时，伊就提出来承认，伊会教伊的即个查某囝安尼即种无好情，但是迫切请大家为着伊祈祷，大家伫遐迫切祈祷。过两天，即个查某囝倒转来，甲伊的爸爸问讲：昨暗迄条时间的是谁为着我祈祷？圣神帮助着即个查某囝，伫迄时本来想要自杀，但是有一个感动。伊伫遐来认罪悔改，然后过两天倒转来，就是遐个人，即个圣徒的祈祷，诚做一个金香炉的祈祷，就伫遐来帮助伊。我相信有足侪人有这个见证伫咧，不管你是本来完全拒绝主耶稣的，尾啊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了，认真开始看上帝话语，用偌济时间伫遐要甲主来建立关系。为什么有人替你祈祷？牧师为什么伫49岁先去读新人院？我讲着足侪理由咧，但是这个理由拢是间接的理由。原来我知最后理由就是阮妈妈伫背后为着我祈祷20几年。金香炉的祈祷就是下伫上帝心意的祈祷，伊是代求，为着别人伫遐咧祈祷的。咱家己的祈祷是啥？谦的祈祷，因为咱的需要上帝拢知影，你免讲上帝嘛知。是干那你知影上帝，你知影你会当挖靠这个上帝。你若会你用谦的祈祷，我所相信的是都是这种的上帝。伊是带来咱学乐的，伊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伫遐用谦的学乐的心，然后带着别人这所需求的到伫上帝面前，就诚做上帝用权柄能力伫迄个所在来回应。然后咱就当讲一句话，讲咱的祈祷已经献到上帝面前。华语版就是讲，我们的祷告已升到神面前的。他对外圣人在的先来讲，
当即个天使带着安尼神就到伫迄个所在。咱伫遮来学习金甲金香炉的祈祷。咱即摆无金香炉伫咱的面前，但是伊要甲咱讲的意思就是，咱来诚做代求者，咱来诚做代祷者。咱的祈祷甲带着这代祷者，其实爱下伫上帝心意的祈祷。上帝就用四拿、用地动、用这个雷弹的方式，要来回应咱，就是要来成就咱。上帝毋是咱的祈祷会到伫伊面前，伊毋是伫迄个所在无听见才会祈祷的。毋茫咱伫即个礼拜时，咱有小组时，咱会当三个用这个地方，三个伫迄个所在来学习。对即个琴的祈祷，甲即金香的祈祷，咱会当更较深沉的一种学习伫咧。就伫咱的生命中间，要诚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的带领，互阮伫即个今仔日，阮阁透过启示了，阮三个来学习着。伫天顶的敬拜，那是琴甲金香炉的敬拜，是伫迄个所在的学乐主的即个属性伫咧，因为你是逐个阮来学乐的，你是迄个创造宇宙大权能的主上帝，你是慈爱，你是公平，你是公义的上帝。然后就将这正圣道的祈祷带到伫主你的面前，用这个金香炉的祈祷伫。下伫主你的心意的祈祷，主你就用能力、用权柄，伫迄个所在马上来回应伫咧。阮感受到，阮感谢主你的这种听堂，你毋是白白无咧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也未是无感觉无正的时，是因为阮毋知有下伫主你的心意无，还是阮已经准备好啊？主你是咧听候阮，毋是阮咧听候主。求主你互阮透过这学习，会当成做阮灵命的帮助，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要同心用主祷文三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